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真侪人无法度忍受无变巧的生活，头壳内有无限无头无梢的想象力，煞阁无法度发挥伊的天分。咱广告 start 公司就是要找这款人才。广告 start 的成立，就是为着造福社会。咱特别协助全台各地乡镇产业、地方创新，甲员工推广，为大家进行广告行销，互世界看见台湾。我特别安排一寡考验，看大家是毋是有广告上基本的观察能力，是毋是真正适合加入这个小广的广告世界。广告 start。边境广场应该就是这边嘛。再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9个人，加我一个10个人，应该差不多啦。10个人一个广告公司应该是差不多的规模。摕到这张哦。有啊有啊，拢啊，唔知讲有人无？因为有6罐水呢。 6罐，一人3，一个人3罐，一个人3罐。5啦5啦5啦。啊！这啥啦？你要创啥？你要创啥啦？哎，看无咯。要创也要相拍呢？干嘛？干嘛？啦！下尾摕。我来听，我来听。你好，恭喜发财哦！生日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快乐，现在都不会错。我感觉淡薄紧张呢。得奖的是所以就广告是大头，差不多6个人。这是啥？这是看起来是一张票好， Bus ticket。 ，bus ticket。啊，你翻译一下。你看有几张？巴士的票。公车票，公车票，公车啦。这天公车票，啊，这天这公车。啥货？这边爱吹爱吹，爱吹啥？保障岩马的地图。小等咧，小等咧，伊的车拢是无共的，有2台哦。你看，有两个图案。所以去无共所在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数字。对，应该是3种无共款的车。 52送13。伊的是讲我爱你，一生一世。啊，搁有一个我就北七。哎，你这种单位安尼暗地里骂人哦。我就袂起。我先看一个。我看一下啦，应该是3个安尼吧。我知啊啦，啊，阮就先去公车站就好啊吗？先走去公车站，啊，遐有车会当来甲咱有食。票就是去公车站啊。内底敢搁有纸？无啊，我看过啊。口的手冲咖啡，无加奶精，无加热水，无加代糖，香满满，总纯加甜加。 市集里都有。这个哦，这是刚走另外那个外套。Attic 阁楼。伫 Attic 后壁。咱搞啊，你有。后壁。哦，咖啡厅。你好，好香哦。会使啉咖啡吗？哦，你好，打招呼，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咱即马就直行，对这首选一直直行，直行行到紧绷的时阵才有完。紧绷，因为咱即马要去坐车嘛。对。
好，这是便所，搁继续，很爽。迄虚线继续行。车站足远的哦，搁继续。为倒会行啊？啊，无应该是直直行，直直行弟弟啊，弟弟啊，保障员弟弟咯。看他是哦，有车，公车伫啊，紧嘞紧嘞，哎呦，好来，严禁不交谈，袂使讲话，无讲讲台语，讲台语，讲台语。一定爱讲话，一定爱讲话，唔免录卡，嘿，啊，免戴安全帽啊，免紧唔张，免录卡，嘿嘛唔免系安全帽。 MC 有啥好你的啦 ，MC 啊， ？MC 无这种就这样， ，Go。上车，上车，哦，哎，咱六个坐啊大只呢，足袂惯势的呢。足久无坐这款车。对啊，敢若要来正香哦，要来参拜咱的观音卡拉嘛。 OK 全好啊。会卡拉 OK 来点一条迄啊，个感玻璃谢较贵哇，楼主，今日楼主，单势楼主吼跋杯跋了30个新杯吼， 30新杯单势是楼主来带咱去佚佗吼。我有一种我们跟他羊入虎口的感觉哦，羊入虎口。刚讲是你讲台语哦。这就歹翻的。羊力吼，好食去。羊力户口，哦，羊力户口。看起来这帮应征者，大家拢拿规正搁到为止啦，是有淡薄仔广告人的班啦。但是我安排的观察考验，其实早就开始啊，唔知影因有发现无？哎，马上到了耶！对，在那边搞啊。对啊，象山边啊俩，象山边啊俩，我真正要爬山哦。要爬山，唔通吧？云顶。哎，爬到云顶。来，高，这边啊。应该是无要爬山啦。啊，无要爬山啦，还好。对这边爬起。慢，唔通。应该是你讲的。我们去公共公司。哦，后尾广告公司啦。金色的人。金人。哎呦，18人人行去上。哎呦，足恐怖的呢。啊！楼下。卖落车危险。蒙锁的。还是会撞起来。走。好，认命啦。哎，18人人生死，你要带阮去倒啦？先生，有食吗？伊无卖。先生讲话一个吧。对啊。这台。伊咧笑，伊有笑。高级了。啊，食啦。继续讲伊袂你家有写广告 start。好。关门吗？是啦，伊是啦。有发现无？ 10个2啦。楼呢？这个有海报。这有海报。We want you。这边。哎呦喂啊！你好。对啊，哪坐？是不是？哦。你也写就有磁性的呢。啊？你好。欢迎您来到公布 Star 的公司，我是 Post 的水卡 ，A.K.A. 斗仔。哦，斗仔，不是董仔啦吼。是董仔啦，是斗仔。跟你讲，你礼拜行头路，不是最简单的代志。先出几条题目给你试看卖，题目要试看卖，题目看你敢有讲过的现实。有没有现实？太现实啦。你去坐车之前，有拄到一个摊贩无？哦。咖啡。大声讲有讲到手冲咖啡无加什么？手冲咖啡无加糖，应该是无加糖哦。你当时啊，董仔佮讲什么？这应该迄麦克风底下应该收音无法度啦。应该对啊。啊，结果是现实。我要听耶。无，我感觉做节目的逻辑，伊边仔有迄喇叭哦，还收大声，应该搁往前吧？因为这边收，对吧？收音的问题。哦。对吧？哎，这样有节目的逻辑。聪明哦。这边吧。我会记是无糖啊。讲过答案。无糖吗？无，伊要。哎呦。你别过来。靠的手冲咖啡，无加奶精，无加甜，无
加代糖，影响摸摸的总是加平安。无这恁这种单位还收户啊？收有诶无设备对啊。上车了后，车顶的电视无咧播放广告，但是广告甲广告中有出现3个经典 IP， 卡通 IP。卡通人物。小熊维尼。对，我有看到黑白色小熊维尼最出版的，因为我很喜欢小熊维尼。哇，厉害呢！你哪只搞？就厉害呢。哈？他讲有吗？有3只，三只，就一只。敢有小叮当？无哆啦 A 梦，无 Hello Kitty，樱桃小丸子，无。七龙珠。航海王。我今晚是咧乌白药。对啊。无看到，大家拢在开讲，搁叫阮讲讲黑。广告答案。提示呢？无。广播大人。啊，对了，我有看到那个老鼠啊，小鹿斑比啊，哎，我有看到这小熊维尼。我咧看，计想讲有卡拉 OK，但是对啊，我拢无咧看，真正爱看医生。哎，你们听到哎？哎，要小拍哟啦，怎么了？莫安尼啦，是嘞啦，代志好啊讲。走，任务结束啊，任务结束啊。哦好，我代志啊。他们会不会其实很帅啊？对。我好想看哦。一出来工作就是单身嘛。台语要讲台语哎，哦，出来就是单身嘛。拢是对啦。无结婚，无结婚，无结啊，婚。恁走了后，咱是要唱歌，唱歌。还是这更有线索。线索，我是广告 start 的幕后头家，总经林博士。拄则的表现，我拢有拍分数，确实阁有需要加强的所在。但是不要紧，我有安排恁去一间广告公司来实习。爱记哩，若是恁小可仔擦，我是会使甲恁踢出去的哦，加油！我算是短暂记忆还不错的，不是用药的，不是，我有记哩。这沿路我唔知拢有关卡，所以我一坐落来迄个办公室的时阵，恁问我的全部的问题，我拢唔知。Start。啊？来宾啊，来宾啊！真正变面试啊！有懂啊？大话西游。我听 boss 说啊，早上你们已经通过一个考验，田野调查，对不？现在欢迎来到这个专业的我们广告公司，下一步对吧？就是创意。首先介绍我们的关主阿南。阿南你好。然后咱今仔日要来进行的，就是伫广告公司内面上重要的头一件代志，就是一个画面。咱来看咱这个题目叫做大话西游。哦，顾名思义，咱这个画好的一个画面，伊会讲话。哦，对不？咱像咱艺人共款，袂晓画图。爱讲故事。哎，画好咱。画好咱。画好咱。所以，咱即马进前，咱爱来一个 brainstorming， 吼，咱等下来分组来 brainstorming 一个，就是脑力激荡。brainstorming 啊 brainstorming， 脑力激荡，脑力激荡。所以咱就是尽量咧想的时阵想较开咧，吼，想较快咧。咱会使对外太空想较新鲜讲。好，来主讲，来主讲。好，来看一下。哇！我们现在这一关就是要来 cos 这个事件名画。透过商品，把咱想要讲的 idea 甲讲出来。哦，咱这个品牌叫做喜洁灵，哦，引领新一代洗衣风尚，鲜艳你的人生。好，所以我们用一个鲜艳来表达我们想要讲的话。咱等下有一个商品，等下就知影。哎，阮无设计，恁家己设计。一关大话西游，就是要考验大家创意的美术排版甲文案能力，利用指定的商品甲现有的道具，发挥恁的创意，进行世界名为 cosplay。来分组，巴蒂、雨山，哎，同一组。Leo 王
视网膜，红仔加吴一佩。哇，呐喊， OK， 这你怎样？嘿，我在 Lisa，蒙娜丽莎，蒙娜丽莎珍珠耳环的少女。那然后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商品，就是巧克力 chocolate， 所以我们想一下，在这幅画里面我们要 cos 出来，而且我们可以透过一些 idea 的提示 twist 之类的，让一句话去让这个画面表现出你想要传达的巧克力的特色是什么。30分钟，start。这个先拿，这个先拿。那是这个身体，啊，还有这个较好啊，这个较好。好。对，这头前。手本来是安尼。哦，铁白巧克力。该举个，然后表情不一样。吃巧克力，有啥物感觉？就爽，就欢喜。欢喜。那是有啊，可能，无这个是焦虑呢。啊是有可能把伊的面变做笑面，就好对啊，呐喊变成正面。我感觉咱两个在做的代志，跟伊拢无共。对啊，应该是用在想说，我们只是在模仿而已。这应该会听哦。我唱哈。我看恁画面，敢若一定有想法啦，是咱就较简单看。咱都有讨论讲，咱即摆想要表达什么？咱咧想讲是要用喙齿来做伊的一个形象。你也是想要这个画面，这个画面有一个 twist，还有一个转折。比如话讲，白巧克力最好食甲会晓安怎？啊，进步话你会使搁小想。好。今麦要用就是直接变身白公主的感觉。哦，不是完全 cos， 对，它是有含义的。颜色一起全部。我们等于讲用这个画面啊，搞我人起去，啊，伊原本是尖叫，我们小就欢喜。那很写很焦虑。对，这个，这就是 OK，讲好。1、2、3。好，一佩先不要动，东仔你帮他把那个产品手不要去盖到产品的名字啊。哎，好。1、2、3。我要动袂掉呢，小呀。来，大家注意一下，时间剩15分钟。那有可能，真正时间剩15分钟。那有可能。无那会真难啊。什么？被拍上。好吃到变鬼。变鬼。安尼。没有。真正是一个广告呢。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对啊。好。对啊呢。怎么办？剩一句。你的浓品巧克力。好了，这样比较好。哦，好。好搞啊！时间到啊！停了。来，阮体验无好，你嘛卖安尼。对。来，其实这个名画哦，我有查过，叫做呐喊啊。但是因为一开始大家唔知影这个图的人看到惊到，所以我们想要用巧克力甲颠覆，呐喊变作微笑，手甲并过来。重点是反差厉害。啊，还有第二点，翻转。咱的物件是白巧克力嘛，白巧克力，我们要做一个谐音的梗，白巧克力，叫有一个桥，把 bridge 变成桥。白巧克力，啊，还有这个白桥，谐音好食到加并轨，好食甲并轨，并是巧克力豆啊，巧克力豆。哦，English，好吃到不行安尼啦。对。关注奖评。好，来，其实我感觉足侪巧思伫了，我感觉这是好的代志，而且有分主从关系，我感觉这最重要的就是你甲巧思甲这个巧克力融入到背景内面，啊，规个构图一眼就会使看到这个巧克力，我感觉这是足加分的。干那一个小小的缺点吼，好食甲并过，这个字也是用白色的，我感觉白色的，小可看袂到，我感觉袂歹。辛苦，谢谢，哎，希望大家介意。后来蒙娜丽莎族 Lisa，这包租婆。
阮的发想是讲蒙娜丽莎的秘密，这500几年来无人知影讲蒙娜丽莎是安怎看到啥，伊会笑，因为蒙娜丽莎伊写了一个白巧克力。shower，white chocolate shower。哦。所以伊笑啊。我感觉恁一定会使来广告公司提啊。嘿，我感觉真正足够的，因为做好最重要的，来提案嘛最重要。嘿，家己做的物件卖出去。对。嘿，这就是做广告最重要的代志，厉害。我感觉规个气氛的营造就是加白巧克力，规个氛围。对，就是白色。白色的，哦，就smooth。我感觉袂歹。哦，沐浴在白巧克力。这服装。蒙娜丽莎微笑。真的。少女的珍珠。厉害。我来，起码。刷来。是这浓情巧克力族。嘿，咱浓情巧克力族。我的口白，咱这幅画叫做戴着珍珠耳环的女孩，咱看伊的目型是较妩媚迄种感觉。阮是想讲吼，若是要甲巧克力融入到这画图内底，上简单的方法就是吼，咱的妈都甲食落。咱的这 slogan 就用浓情巧克力我的口白安尼方式去人打动人心。也毋过拄则是较可惜的是，因为咱咧做这图的时阵是较缓慢啦，所以尾后阮袂记哩甲迄 logo 扛起哩。不，因为时间无够。嘿，迄一开始咱咧要翕相的时阵，迄包装就去人掠掉。对啦。看伊的耳环，甲伊的目睭，哇！其实我讲 idea 最好的是伊甲迄落巧克力直接变做迄喙齿，所食甲你会笑出来。但是我感觉小可较可笑的是，你看这浓情巧克力，然后这句台语要哪念？我的靠背，我的靠背啊！哦，我。我看懂。哦，咱个一个下试一个，就是上重要，甲我讲着，无咱上品的角色。唔知要卖啥物，这最重要的食条啊，会使甲伊招一个。对。咱老实讲算上粗的啦，算较粗啦，因为咱两个嘛无啥会晓用迄手机绘图啊是安那，咱就是用较咱的方法安尼破的那种好耍的好笑的感觉，我嘛是比较介意。看起来大家离专业的广告人阁向前一大步咯。但是刷落来的挑战，就要直接行进人马上我们要进入到决定成败的一个关键环节，就是行销和业务沟通能力的实习。哇！我们准备了3个很适合你们在夜市里头贩卖的东西。对，你们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。透过使用桌上的工具，把它变成文创的商品，用500元或更高的价钱卖出去。哇！今嘛500块500块，我只要500块要奖金。计时30分钟开始。蓝白拖，免手啊！加时。500块。我会使画 T 恤。哦，你画 T 恤，画 T 恤。公告 start，A T 恤。公告 start。我是感觉蓝白拖我较有感觉。较有把握。你拢选啥？我唔知呢，我无想要考虑因到底选啥，我头已经足厉害。菜龟布可能较好装嘛，若是歪画、歪用画。对，因为菜龟布较好变化，一块一块，啊，这是一个包装，会使一礼拜换一个，一礼拜换一个，循环循序渐进安尼使用。所以做一个落较好伊。对。我搁想到啊，臭豆腐。臭豆腐会使，臭豆腐，搞咧差不多3。臭豆腐安尼分3块，啊，一支来厝落，最好创的。啊，一支有迄一。敢若拢爱红色的。对，一支，咱一个用臭豆腐。好。
找一个店。其实你讲你这一组卖3900，我拢袂敢足贵，因为你知影这是，因为这是一个意念，你知无？我买这组等于我才做这侪代志，重点是互女朋友欢喜，讲互爸爸妈妈、阿嬷嘛欢喜，对无？就好用的哦。真正。知影即摆爱心笔会晓讲到安尼呢？这不是爱心笔啦。什么爱心笔？阮这是真正台湾 No.1。卖了你就会发大财，发大财，发大财！有没有人有兴趣？龙年要发大财的。这个是我贴的全钻的拖鞋。谢谢谢谢谢谢。罗马头进几秒哦，讲到几秒哦，谢谢。我们等你啊，弟弟。弟弟，你非常有眼光，一佩爱你，雨珊也爱你哦。前途似锦。500。其实我真想要买，我想要用敢若3000块买起来。哦，台湾3000，有啲价值，阳哥，嘿，我不炸起。金曲歌王6王，还有我签名以及手做的拖鞋，有没有兴趣？没兴趣？对，我们在闯关，要吗？有兴趣吗？不要了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。谢谢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哎，我们第一个答对，你们收了吗？收out了。哎呦，第一名有加分。收 out 了。哎，弟弟呗。你几岁？12岁。然后你刚刚在看我跟雨珊在那边叫卖的时候，你们这个 T 恤，你为什么会想买？没有，就是因为你们这边做的感觉很辛苦。你刚好看到我们在做，你刚好经过这边。哦，真的，你的辛劳这个很辛苦。 500就好，500就好，500就好，500可以吧？对哦，拜托，来，500而已哦。哎，你们另味道来，真的，我们有业绩压力，我们要快过去。你们是哪边来的？收到。香港。Very nice to meet you。为什么说到香港人就会问大哥？香港啊，香港，你好，我们是台湾的节目啊。有观看。对，谢谢你，多谢，欢迎来台湾。那你愿意来支持？愿意跟我们2個兩仔，多謝啊！沒有想到最後是香港人支持我們呢。難得一身龜苓膏，何必拼龜苓膏？龜苓膏好味，菠蘿油好味啊！多謝。漂亮，姐姐今天这么漂亮，我每天都很漂亮。何止每天，你永远都漂亮，直接冻龄了。为什么一定要500呢？如果我想要送给我香港朋友，你应该便宜一点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所在。因为有些东西它的价值不是你眼睛里面看到的，因为这双拖鞋陪伴你们。还是你现在试穿看看？来试穿看看，脚如果大小 OK， 对不对？穿了就要买吗？哦，没有。先试啊，你先试。来买。哦，谢谢大姐。哎，好，找钱。欢迎龙年所有财运龙好利，来健康、喜乐、平安，一切顺遂，没烦恼，幸福永远。哦，关注又有收到的。来巴蒂网模组收到了哈，收到了，多谢咱香港的好朋友，香港的好朋友。这一组我们要宣布成功，多谢，谢谢，真的非常谢谢。来，登来啦！哦，回来，哎，收号牌，关注。登来呀！哦，蓝茶姐，香港的朋友来，哦，一定要给香港朋友一个 impressive 的。所以你本来认识我们董仔跟6王吗？有看哦。我感动到啦，因为阮伫遐吼行来行去，啊，伊就讲，哎呀，你咧卖啥物物件？啊，我就走过去，甲伊介绍安尼。好，那我们要宣布这一组成功，谢谢。接下来，恭喜大家就最后一个挑战，然后明天，差一点，我觉得都可以哦。丢，好，我们要拍一支30秒广告，哈，里面要有创意，但是有另外一个东西要符合，就是要有经典广告精髓。无毋对，台湾过去创作了袂少互人印象真深的经典广告。
即摆分做3个人一组，拍一支广告，而且爱融入一个经典广告的情绪伫内底，就互我来看卖，大家是安怎超越经典吧？你拄才有想唱一个啥物？因为你是阮的兄弟。弟。啊，好起啦。但是好起来是酒。嗯，好开啦！敢若袂歹哦，会使吧？咱爱妇科迄哦，查甫人千万袂通剩一支手。哎，最好咧，最好咧。我无剩一支手，我有剩一支手。我有剩一支手啦，我有存一支手，然后我有剩一支手。这个进入他幻想的这种画面，这个做这代志，变身教授安尼，讲这，个做啥物做这代志，个上尾啊，就是了尾啊是啊。开你会使啵啵啵安尼，嘿嘿嘿，就这画用面，跳剪的，跳剪安尼开罐头安尼。了，阮就做伙唱，因为你是我的兄弟。好开啦，好开啦，好开啦安尼。罐头甲注衣服，我们也1000块以内搞定。罐头袂遐贵啦，你迄个水面要给他 NG 呢，没有，较大罐哦，你要离开嘛，对不对？其他遐剩来的钱是啥？阮假发利润。假发迄不是啊，我分掉。没有。来哦来哦。来，你来，假死足多。来呀来呀来呀，来，好。酒精重的。我感觉吼，昨天算顺利啦，因为假发嘛煮到了，我酒嘛买着啊。嘿我甲阿妈借衫嘛借着啊。拢有啊。我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，阮开钱足少的。对。开偌济？1000以内。1000？对啊，我假发才200咧。这剩4000。够4000。这物件阮袂使叫伊，即马拢叫伊不熟人嘛。买。伊配讲大丈夫。因为阮的 ending 的 slogan 已经想好啊，查甫人唔通剩一支喙，大丈夫为你剩一支手。我是讲吼，因为你咧画嘛，你哪画我边仔哪写，好，就是我们可以2个。你甲我讲。对，我写了，你才复制起。好，然后磨。你对音乐怎么样？我会当找一下背景音乐。好。我来唱。你好。是你啊！这边 N 了吧？这不是咱的苏 K 吗？对不对？同你啊！后边是你。对啊，就是你啊！请问安怎称呼？阿玲，阿玲啊，阿玲啊，这种啊，我只要烟酒赏，烟酒赏，少年艺术。你声袂歹。阿玲，今年几岁？ 40的。我有好大，58了。 58哦，3倍啊！阿玲肯定嘛免话啥。对啊，阿玲很专业。阿玲是专业演员哦。阿玲会使讲一个你伫作品的时阵上厉害。因为咱这个主题是查甫人唔通剩一支喙。迄种查甫人是喙足厉害的，啊，事实上无遮厉害。足甲我讲的，足甲讲的迄种。这种我就较袂较行。啊，恁都爱剩一支。我主要是较实际，我讲的是讲较实际就对啊。无要紧，伊设计台词互你念。你讲你较早作品走6000，完全拢袂穿，这是无啥可能啦。这是阮的台词，我设计。台词。哦，透早走6000讲笑的，拢袂穿。用较笑着，就甲我较早作品哦，人咧训练走3000穿到要死，我走6000完全袂穿。拢袂咧，我走6000拢无咧穿开。拢无咧穿开。咱毋是啊。袂穿。无你又讲你为病哦，游甲妈祖。我袂晓游，我。但是你较笑。还袂受故意。
太老实啦，袂晓讲白菜。啊无你试一寡较短的来数。免较长，免较长，你就是想讲，毋是要讲30分钟迄种，都足短。你试讲啊，迄也无啥，你试看卖安尼。吼，迄也无有一个情绪安尼，就是讲足笑着安尼，迄也无啥，我比你较厚，安尼你就讲安尼看卖。迄也无啥，迄凉凉来就 OK 啊。哇，有够笑的，有够笑的。哎呦，来看一个，这大的，哎，这大耶！白袍，哦，你是这个吗？我是这个外景。哇，疫苗来到欧洲啦！哇哇，袂歹呢。这是安怎？这是案件。真的袂讲懂。而且那这个就很难。5、4、3、2。相公查甫人敢若剩一支嘴，咱搁剩一支手。咔，等一下哦，这个，我想要往外，对，就是那个产品这样，这样往外。技能。不，什么几点？要不然呢，差不多要10秒啊。对，我会使。嘎嘎的好。我跟你说，改成你导就好了，我不要出意见，然后全用你的想法。对啊，我刚刚一个人就好。对，然后我觉得要刚刚那个 OK 吗？我再次，我的脸不好，我想要较悬的。好，嘿，我拄讲迄面把我勾结，面把我勾结，水，拔高。来哦，好紧张，好，1、2、3，再一次，1、2、3，好几个，1、2、3，再一次，1、2、3。对，太远。大丈夫。准好了。这个话就可以看到。你手不能伸太长，你要真的用不到的。会使呢，较高中呢阿妹，技术会使呢，会使遐。会使。啊，不过你的目镜要加落来对啊。啊，看落来。嘿，好，来，加。这好，动作较紧的，无时间啊啦。太入戏了。就差个呢。没有老板，这不合理啦，你就让阿飞下就好。哇，对不起，我不会下棋。中棍。哦，这样会被吃掉啊。你会下棋耶，想。我都忘光了。不是，这样会被吃掉啊。你们不要真的在下。结婚30杯，来路上39。3杯，不要紧，咱即马就是。即摆是结婚30个。无要紧，阮即马会加塑料，咱会卡这，足紧的。即等下，剩支手后壁了，还有一寡表演，我想要。阮后壁戏足多。对哦，戏就这，无啦，阮无戏，戏就这，表演就这。嘿啊，嘿。大家好，辛苦啊！对哟，嘉龙是专业广告人裁判哦。哦，拄则安尼行过是有几个人？差不多7个人。喂，7个人。啊，关门嘞！啊，关门的，咱要咱共翕。对啦，咱做
是真正就好，我是蛮有信心的。有卡呢。公仔，恁去做会使去改啊？哦，我这招是，加油！哎，现在袂当关门。我准备看伊呢。各位老师好，我是雨珊，我是东啊。我是视网膜。好。说明你的力量，阿哥，你想要传达的意思。好，阮这组呢，抽到的是这个罐头开啊。因为罐头开啊，伊其实有2个功能，所以阮小弟会家己翕伫咧阮的影片内面。阮的沟通对象是较少年的少年人，希望拢用咱的这广告内底的情境去带出可能聚餐的时阵，也是啉酒的时阵，会去想到这个罐头开啊。先看影片。好。谢谢。希望大家利用他们自己本身的触鼻的性质，他们在网络上，他们把就是很活泼的一群人，其实就更夸张的去演他，也许这个东西的记忆度可能会更加的高。A 组的广告成品虽然阁有真济会使加强的所在，但由于互我甲现场的评审学落甲会答字啦，刷落来轮到 B 组啊，唔知影因的广告是唔是会使变精彩呢？专业的老师领好，阮即届的产品是这。即个合作大家拢定定看的吼，不求人。对，这台语合作料杯啊，其实料杯啊，一般来看，伊是足常见的，嘛是足侪老大人会用的。但是阮感觉，阮想要把这个物件好好推广出去，想要互不管是老人、少年人、年轻人，乌的路餐这种足水的查某嘛会使用，所以阮用一个较趣味的方式。教头发要好好的广告，查甫人千万唔通剩一支嘴。是。无想要剩一支嘴，爱有一支，得剩一支手，剩为剩下的剩，并做剩出来。剩一支手。阮生足侪谐音梗伫内底。对，希望老师会使看咱的作品安尼。较早吼收水500公尺拢唔免换。你哪有啥？我拢收水去骗我食早餐。我较早上水哦，拢免用手的。哦，这款妹妹吼，我较早一个人拍10个啦。查某人千万唔通剩一支嘴。小等一下。想讲查某人敢若剩一支嘴，来，搁剩一支手。大丈夫。大丈夫。大丈夫。查某人唔通剩一支嘴，大丈夫，为你剩一支手。我甲我咧看的时候，我发现因的节奏感，因有用一寡变奏、一寡加速，其实是增加一寡可看性，啊，搁有一寡分割画面的手法，互你感觉迄画面的丰富度较加足悬。想袂到两组拢表现了，互人料想袂到，确实互评审难分难舍，陷入了思考。两组表现都很好，谢谢。现在我们先听听专业评审们对 A 组的批评指教。开罐器这项物件，咱敢无甲诠释甲足清楚，叫啥物？无甲学名。商品无甲足清楚的状况之下，咱拄仔接受这个讯息。对。所以唔知影一个看到，唔知影咱想要卖是啥物产品，啥物功能。谢谢老师。谢谢。我建议是，搞不好我可以把产品把它拟人化，比如说跟产品跟这个插画做结合，变趣味版、可爱版，或许在销售上面可以更强烈、更有吸睛。我觉得这个可以是一个尝试的方式。那 B 组来评审专家们，这支广告跟爱红后的关联性很高。
我觉得可能大部分还是某一群的男性会买单这样子的广告，所以他应该没办法打入到女性市场。我没有说绝对啦，我觉得可能会有这个风险在。谢谢。哦，现在我们要投票了。有投票环节。好热哦，我好热。空调在机舱开。Oh my god！ 一定要安尼哦。选择1、2、3。哦。取得多数。这厉害！谢谢老师。我嘛有淡薄仔去用点醒，就是我伫咧较早，我讲我伫咧大学的时阵去比过比赛嘛。其实阮咧比赛的时阵拢有讲过，提案、商业个案、广告行销这类物件，其实拢有一件代志非常的重要，就是主轴。你的这个提案袂当伤过发散，因为若是伤过发散，你的沟通目的就会无清楚。所以，伫咧经过这个老师的建议时阵，我有去回想到我迄当时要去学到的一寡代志，包含讲咱的口号放2个嘛，咱的 slogan 放2个，所以伫咧沟通的过程当中，就会较奇怪。真牛真牛，大家拢学干那底豆油，真正无简单。伫遮宣布，恁拢有够加加入广告 start 一间公司，花声甲吹落去。等一下在里面哦。经过我的考虑了后，我决定分做2组。A 组有巴蒂、党的李友旺 ，B 组是吴一佩、雨山、视网膜。希望2组人马随队出发，服务乡亲。但是也唔通袂记日，恁2组嘛是竞争的关系。透过恁的成绩甲广告成果。广告 start 公司也会举办最后的表扬大会，期待大家表现。我甲巴蒂甲李友，我其实是有信心的呢，因为有巴蒂伊的 idea 嘛足强的，李友王伊个有音乐的知识，因为所有的影片音效真的很重要，所以阮有创意、有执行，够有音乐的 sense， 哇 ，perfect。我上烦恼的代志就是甲时大人讲话吧，因为我感觉我若是一个人要甲这时大人沟通，可能会较困难。或许讲，阮爱将阮的创意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。迄个时阵，我感觉我心内有淡薄仔感动的，就是阮即几工的辛苦，毋是无彩工，是因为阮后壁有搁较重要的任务要做，阮要甲阮伫遮学的物件。发扬光大，去帮助更较侪需要帮助的人，对。其实我是足欢喜的。无毋对，讲得真好。恁爱去协助无同的产业进行营销甲广告的推广，并且结合地方产业的创新，才是咱上主要的目的。刷落来，阁有真长的路爱行哦。恁嘛拄会到真侪深耕地方的专家，请好好啊，甲因斗相共。大家赶紧出发咯 ！Go go go！